跟已经增大对，菜对这个分到第三个呢，可能是他是我们的负责讲师呢，所以那时候带出来都会很扎实。因为那时候后学刚好是在部队在阳明山为了这个上这研究班用尽苦心所以以前这个或许在部队里面6年的职业生涯，5年的研究班，全部都在部队完成。因为或许是陆军那个战斗兵种是战斗兵种跟一般的机勤兵种不一样，休假是很困难，没办法说那个每个礼拜三对那个可以让你晚上可以让你出勤没有，所以24小时战备待命，所以要请假真的非常困难。那或许呢，一半以上的研究班的课程一半以上都要投入出去上。惊涛骇浪，这么不容易各位。或许在72年，部队刚好是在大肚山那个正整温过几年那边有个飞弹那个飞弹点，或许在那边当过排长，在那时候就上研究班，在民国72年就在那边当排长。那时候上新兵班是在惠中路的正明广场上。部队讲师是那个刘正斌刘讲师他们那时候或许一半以上，因为我们上课到晚上要出来上研究班，那时候都没有路灯你都知道那个地方一大片都是夜总会然后要叫计程车包费又太凶，所以那时候或许那时候有一部车大50cc的，就骑到那边抢在树林。晚上暗时说呢，就打到树林讲前个骑因为那时候有规定但是你不能骑摩托车，所以我们藏在树林里面不能这样长官看到。所以晚点的时候，我们部队要偷溜最麻烦就是9点钟准时晚点，当过兵都知道都要那个点名，他写到哪里没有来，都要报个原因报个理。但是我就教那个副排长话说，座位区值班座位区值班，因为战备区是在那边，那座位区在这边都是办了战备区值班。很巧，这个连长就相信了，每次都不问不管有没有战备，还是战备区值班所以都是礼拜三所以或许都那个吃完饭就溜出去证明，上完9点半下课，赶快就回去报到，很奇怪都没事情。所以新兵班就在那边开始完成。后来部队调到阳明山或者当作战班那时候进到自战班那时候自战班再上去的话，以前没有所谓的德智班就是练讲班、练讲就是那个练讲舞蹈班就是讲师班、讲师班。所以后来我们部队就调到那个阳明山。当时还是回到台中来上课，上课的话都写那个礼拜天的。那礼拜天呢，我们都是24礼拜。24礼拜，我们军官休假就是这个礼拜他休，下礼拜他休，他是1个月都到5个礼拜的乱掉了，被你们13之后，为了上这个课把我们学长学弟的觉都搞乱掉了，因为都配合我都想办法要上课的，所以基本上学长学弟他们都是蛮配合的，所以有时候他们要连休，或许就是那个要隔2个礼拜以后才能休，要配合这个研究班，所以用上会补习但是我们的部队是在阳明山那个空军的雷达管制中心回到部队进陆海空远的地方，但是我们有一个基地就在大花尖山，那个我们4个作战班都有1个人7个月，1个月都不下来。就只有作战班，但是或许1个月上研究班的话要我命的不要说1个月一个礼拜上研究班就很痛，但是去那个地方你脱溜被抓到的话，这个事情很大的小。就后来时间到了我想说，那个1个月这么长，不上课的话损失惨重。
后来就请教那个学长，因为我们学长他们一定会偷溜，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不被抓到，但是大家都不会教啊，因为如果被逮到的话，你们被连累了。然后就请教学长说，那个学长你在上面你能偷溜？没有，很快。有啊，那个我听他兵哥讲，我偷溜了，不要骗人。啊，他说学长那个可不可以教一下吧？你干嘛偷溜？因为我偷溜不是叫你们出去吃那标准，我偷溜是为了要上那个道场的研究班，就是为了移风易俗的，这个，哇，他说有正当啊，非常伟大，好吧？那学长看到的份上教你，但是你出事情不能把我抖出来。后来他说哎，我教你啊，那个阿兵哥你都把他训练，因为这一组跟着你有10几位，那队长每天都会查寝早中晚都会查寝，那你要教阿兵哥每天都写你的声音，知道吗？因为阿兵哥有一个的负责值班要接电话，那每个人要教队长在为什么要打什么，你把他加清楚，那这样他就没问题。他说我就是这样没问题了，好，这是我套式的。那时候刚好那个礼拜六礼拜六刚好是礼拜天就到了，礼拜六我姐去找准备偷溜就训练好，就叫那个计程车从新竹那个竹东叫那个计程车，因为我们那个山上很高，那个1楼的2000号才有停车的，比人家高，然后爬上去，那个上一趟上来2400，最后就叫那计程车2400下去，那个下去，他这个礼拜六就下午下去，然后坐到新竹那个火车站，再搭车到台中，因为我姐家住莲屿，先回报道。他回到莲屿之后，就见到妈妈回来了，你队长叫你马上打电话给他，完了，糟糕了，还没回到家，电话没到家，我就打电话回阳明山，队长不相信我。王八蛋，竟然偷溜！我给你判监完我就紧张了，完了。老师啊，都是为了这上研究班呢，现在被判监完，这个是一直的花了2400还上不了课。像对时，本本部队都不就是对时，那现在时间几点几分？限你5个小时之内给我到达大坝尖山，马上用潜龙线对时。超7分钟就判你监管，我妈再见，我叫进车，到延岭的搭火车新竹下去要到进车2400，就杀到又杀到那个大坝尖山，3更半夜要杀上去，下面连反分了。花队长，我已经到了这里了，时间刚好5个小时，算你运气好，他没有待在这里，1个月到之后换组，回来就知道。哇，这整个紧张啊！这个你在判多重？而且我回去之后后来换短，回去换短之后那个结果换历史之后把去接我下来。那我们礼拜3换短，礼拜4是几公几公是上完之后，这次开始休要休1个礼拜。那个队长说，张宪文最少禁下3个月，完了，1个月就收了3个月。后来队长也是礼拜5那天就准备叫那个兵哥离港，他给我写记大货。记大货的话，前线他没有前线，他队长只能记小货。他大货的话要送到指挥部给指挥官签收。那结果叫兵哥离港离完之后我们从阳明山上来是240块，也像那个那么贵240，兵哥叫那个你好，都给队长盖那个官网。那个兵哥就在我们那个2嘛。大马是阳金公路那边很复古的，那结果那个建设上来要差不多10几分钟，那结果那个阿兵哥就给队友看盖完章之后，就在2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东，结果那张寄货单就是他没干，你看那说时迟那时快，一阵风就把那个寄货单吹到断崖。因为我那个地方那个连打部队那个背山背，那个地方叫风口一阵风是吹，就吹到那海边去了。那兵哥紧张了，见证营快到了，下去协商，队长再请你盖过，我刚不是盖过了吗？
他不小心被风吹到断了。我们队长说：“哎，难道这张宪文命不该死？”好了，不用气了。队长都进车已经叫了200次队上吹出叫了。那个不要气大队，而且后来就记一个警告通不了。他警告的话，只在我们单位公布而已，就不用就前台台基本都公布了。那不然的话，就是错免多还得了。所以这老师很慈悲啊，但是要抖位置。这礼拜5上到2季就变警告，但是礼拜天到了，1个月没有上怎么办？而且要求老师慈悲，不然想要上研究班。那时候已经那个要上研究班那个基本上让我们家慈悲是个慈悲帮忙那个很虔诚那老师求老师旁边慈悲，虽然那个地方没有多少，但是心诚则灵。结果礼拜六那天礼拜六，为什么除非奇迹？不然真的是没办法，3个月要进校3个月。刚好礼拜六那个中午，队长有夫人带着小孩进到营区来探亲。队长是某伟队长，好高兴，他老婆小孩子，那小孩子比较小儿子吃完饭之后做马给小孩子骑，插嘴，对我这么凶，那小孩子做马给他骑。后来晚上吃完饭之后后来看到队长很高兴，我跟小孩子都来，我说学小孩，我机会到了，试试看，跟队长请假，我报队长，队长请个假，不是见3个月吗？他请什么假？他请假干什么？队长或者要请我这个请假是要上课，我们到场那个研究班都是上的都是45斤，我们将来就是要移风易俗改善社会环境。队长说：“真的吗？对呀，你看看我像一个吃了标的人吗？不像。他看在这旁边，好了，你这么乖，你还跟他干什么？”他批了批准，然后我高兴了，就下去了。队长说那个给你放个2天后回来，不能1个礼拜。后来1天就够了，后面的时间就2天。所以我现在从奇怪，从那天开始，竟然都没有进假。老天帮忙，所以或者研究班进到患难当中我们不久的讲师后来讲说，张宪文是那个月也是月偷溜花了5000多块也是旷，但是没办法来上旷课是理由正当嘛。各位如果你花5000多块再没办法的话，湖水强是会掉来的，对，理由正当，所以后来切个2堂课，讲师来上或者切几。如果你不是护水讲师，你会不会让我切几？对吗？对不对？精神可嘉嘛。像那个肖后面他也会写，都是我们同学我们这班是苏洛省今年是我们同学所以我们这班有好几位都是那个当初知道在部队里面真的要上研究班都很困难，所以或许有时候在讲修班过程当中会像部队吃素也是很困难，或者为什么？在部队那段期间怎么样？而且或许在部队里面差很多人，有时候1年下来竟然都48人。他想说，我1年52周，我再交流一下，变成再加4个，那变成1周多1个。所以走到哪里渡到哪里，渡蛮多人。现在渡人在全省各地，有时候背主线生钱的，生钱不了那么多人有人生钱都当兵的都有。所以这个或许在部队那段期间真的更加的体验了。到实际上或许是民国62年就求到了从国中1年级就求到之后，就走到现在，目前没有休息过。走到这条路，尽管你老师要不要，或者还是坚持要走这条路。很喜欢这个道场，所以尤其渐渐的后来到最后退伍就在台中落地生根了，也承蒙各位老师早期各位老师都能给我们加油打气所以我们也感觉到台中这个道场真的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后来退伍之后，刚好在民国76年，10月16号在poli茶院领那个讲师那时候大埔亲自那边给我们提拔当讲师呢。后来那个87年3月份也是刚好是提拔那个刘彩武被提拔当
当讲师所以或者这个期间真的进大厂里面，所以或许在参与台湾大厂的时候，最早期的是参与总务组最早是这个服务组做2年，会调到总务组，总务组是做了19年左右，然后在5年前又接乙系班务，那乙系班务跟总务组都是很大的组因为各位可能有去参加过总务跟我们大的组思想冲突，忙不来，后来就跟我们是报告就专一成就了，就来带这个班务，那带班务之后做今年第6年，在去年。刚好这个研究班台中大厂仪器的研究班刚好这个8年成长蛮多的，度人就已经550位我也想说这个区块真的非常好利用，或许是认为你不管进来前你就用心投入，有时候该牺牲你要牺牲，该牺牲时间你就要牺牲，有时候或许生意你如果生意不做的，我要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说每件事情都很在乎的话，你那件事情会很难做的。像那个总务组真的是做到让台北这个7大厂肯定说台中的总务在各大道场里面是大部最肯定这是我们很用心那个研究所以那个马经理在去新加坡那个东南亚道场回来说教会写整理问那个总务台中总务是怎么运作的，那他去那边跟他讲，所以或者想说，我们有机会你就投入，但是或许只会做了，你就不会整理思想我想说，那个博士点的师庄点师我就整理资料，所以或许今天就出钱大列几个主题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这个地方有几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分享，还有主题，还有合照，还有表扬，8年参与10组一个运作，还有班务的活动，还有班务研习，还有我们的班务会议，还有我们的班务资料，以及我们开班闭班这里面也有相片的部分，所以针对这几个部分，而且整理一些资料这个档案大概是1点多 G 或许我把它做成那个 DVD 到时候还会提供给本班到时候如果都有兴趣的话，再跟我们那个梁景仁梁讲师跟他要而且等一下会那个拿一起给他那或许今天就言归正传，讲到主题的部分。班务系的话就是组织分工当然我们关于重组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部设立的研究班在各种各县里面算是比较独特的，所以我们人才不断的辈出就像是大部他在早期他就有这个瑞士跟连线，所以后来设了5种研究班之后，把整个关于重组人才不断的辈出，不断造就，不断培训，所以那个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成长有所成就。研究班运作的部分或许把它分成3个阶段，我们仪器的部分分成3阶段在运作。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研究班闭班以后应该做哪些事情刻不容缓。第二个马上做的是本年度班务优缺点总检讨针对第一个不适任的负责讲师跟专题讲师我们马上要怎么样？要做提报，所以我们研究班的品质要掌握，所以每一班都有一位负责讲师，一定要在里面听。我们有那个评分表我们做个评分表，到时候从那个评分表里面去做评分的。那明年度你就不要再改因为这是这样讲已经越来越多了，谁用心谁讲得好，你就排行，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要提前布局大概需要2个月的时间。挑选明年度的负责讲师，挑选这个负责讲师，因为或许有经验了，在我们政府国业因为这个班我们1个礼拜天有4个班同时运作，心理智商推的心的冲突，还有读心班、小天使、国中、高中跟长青班，4个班，那我们几乎2个礼拜一次，这个不
光这个研究班或者讲师辅导讲师办事员加起来，我们差不多要1000个便当，每次都要1000个便当。所以这个护士讲师要跟每一班啊人数都是100位，要100多位，每班很多很多。我们是有跟他们一个游戏规则，哪一班讲最多，哪一班就在正面。因为正面比较庄严啊，大家喜欢正面。看谁拼啊，谁拼的比较多，你就使用正面。所以没有说固定说哪一班是在哪个地方，所以大家都拼来。所以这护士讲师有时候敲再敲，有时候敲3次、4次、5次，到最后才定级。尤其新民班的护士讲师，比较新的讲师，还在新民班。新民班或者是建立比较的在社会上在那个活动，在做生意，在接触人情的这些比较社会脉动来带新民班，会比较胜任。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的在一个工作不必面对的，那可能比较没办法胜任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国院有个廖讲师他我们在带那个新人，连续3年谢顶老师都叫他都留在新民班。但是有点抱怨说，每个人都可以晋升，只有他不能晋升他后来讲人事跟他讲说，实际上新民班是最重要的，新民班如果带不好的话，其他班以后晋升上去都受影响。所以后来新民班也要排一些比较强。后来我们想到说我们要排2组人最会排新人，这2组轮流，就是带新民班，本来是3年，但轮不了3年的轮不了。后来因为后来有一个比较强每次都会来带新民班，后来我们考虑说有2个班，最起码这2个班都有2个人会带新，而且我们的新民班今年度义务应该会在150人左右。所以这么大班会有一些比较强来帮忙带所以我们今年度也有100多人，今年度是120人，那今年度在晋升上去所以这个新民班只要人多的话，再上去慢慢，那就不会就忘记烦恼说这个人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或者讲师这个挑选一定要马上开始挑选，1次、2次、3次，到12月底的时候就定了所以我们有空的时间，就把稍微2个月时间不断的在敲，因为有时候会变动，绝对会变动挑到最后是最佳的人晋升上去。然后我们单位特别针对护士讲师跟辅导讲师举办1次参会，对表现优异的护士讲师我们进行表扬他什么负责任、尽心同时对前年的护士讲师颁发奖状真的对他们1年度的一个肯定跟一个表扬这是大部分都写在尾牙这个时间尤其这个护士讲师他如果有表现非常优异尤其我们国卫护士讲师都会利用礼拜6的时间，比如说礼拜天上课，礼拜6的早上时间，就整个地扫一遍，然后音响系统包括系统什么都把它准备一遍把它测试一遍，椅子把它排好，隔天早上就早点来，要确保我们的那个视讯设备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就是慎重。不然的话，有时候来的话，小朋友来，动没动因为出勤，或者电脑不通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的每一个班护士讲师都会在礼拜6早上他们这个4点来，打扫完了之后，他们才离开所以这点是很重要而且每班的护士讲师明年度大部分都会晋升1班，但是呢，一定要留一个留一个下来，要请上去。有一个也有经验下来继续他在那个地方在原来那个班怎么说在等于是新的这个班里面继续带，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做什么经验传承，这样的话他能够掌握到去年度我们这个班哪个讲师传得好，哪个讲师传得不好，不然全部上去之后，结果排一个人全部进入到上面一班去排，那对另外一个班上面那个班谁传得好，谁传得不好不知道。所以你要留一个，他知道这个人不行，上掉，就换另外一个，最起码有一个留在原地，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了解他的状况这期间班年度的及开法会，而且我们闭班以后，
因为在班进行期间啊，或许会推动这个班员去渡人，去带领开法会。所以国外有时候法会为什么会很多呢？或许都会推动班员去带。所以每班的话，有时候才隔一个月而已，又一班，那一班的话要180几个人，所以那个用班，你鼓励班员就对了，因为我们老讲师、老坛子，不是人脉用光了，就是到场接工作太多，你要去推他们去渡人不容易，所以干脆就推动这个进研究班，进研究班这些人都最起码心也比较稳定，他们人脉大部分都还没使用。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他们去怎么样？去渡人跟开法会，但是不要一整年都给他们必要不行给他们催促因为如果整年的话，你没有一个其中一个重点，整年都在催促班员的话，他会弹性低嘛。所以或许在研究班这期间，你把定个时间，等下会讲，鼓励他们怎么样去渡人，因为班员你不要把它当做是老道心的，没有功德相，那是骗人，所以还是要用一些奖励措施。来帮助他来鼓励他。所以一班以后呢，或许来讲说，你们一般的就回归到你们各团去运作，由各团你们音保师跟那个艺术班讲师，请他们回去各团参加各团运作。所以这段期间或许不列入一个运作的，而且呢，他先排出年度班务运作的一个行事历，班结束后呢，不一定另外开班上课，只要利用催促回团先锋就可以。因为我们以前班一班以后还设什么民歌班，设一大堆班那些告诉你查到改很心听嘛。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中间组大一做的时候，班之前这样催促要够多比赛，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办有一些班会对不了，整年度上的这么多那个持续项，而且认为不太合，所以或者都跟他们讲说所以研究班的不用，我们不要把这种班这个班点拿出先就可以。那第二呢，开班前第二个阶段在过年后就要开始运作各班排课像台中道场最近我这个班真是排课啦，连起来陆续都来我们需要前任的负责讲师在场，刚刚已经讲过了前任要有一位，各班负责讲师及辅导讲师呢，组织分工，配合各单位的引导体系，开始联络班员，准备收新招。部队都收下收新章，我给他们休息了3个月左右了过完年准备收新。那这些班员因为这个庄老师刚刚跟我讲说，这个班员如果把它找出来，那个我们每个班这个都有负责讲师，我们都有看名册，这个名册开始你们就是要运用生前小组跟引导体系，赶快去联络他们。尤其我们心理智障班年度开班那一天，我们就鼓励他全部就到位了。要等到第一堂课上课才来，那只要他全部来人很多你就很难操作。或许比较善于人多出来操作，而且我们这种不会因为5个班或许1个月都要等招集室，这样有时候下课延后10分钟下课，5种班集合上课，1个月一次，这一次的话或许会放个短片或者抄一个PowerPoint，或许自己会制作影片，会收集资料，自己制作编辑，包括那个编辑软体，或许用西格最先进的，花了10几万的软体这将近10年了，一直晋升从600晋升1100，自己制作自己剪接，有时候放进去，班里不喜欢，他们看到这个老师这个很好，我喜欢可以，但故事代价。以前都乱花没有用，你要让他故事代价达到，那才有效。所以或许有时候像你用这个策略所以这个班有时候我们这个班员你只要稍微用点方法的话就集合起来，让他鼓励。我们说下礼拜有法会，我们整体的奖励措施都会包括在里面，多做一个先导，马上法会到，马上就达到效果。这个固定给他们定期集合起来。如果你是大庙的话，你是有这个优势。你如果说小庙分散在各地的话，那这个不好实力的。刚好有个先天条件或许刚想到说可以，我就跟负责讲师沟通，你尽量不是10分钟到10分钟，1个月一次。就好像我们那个学生的项目，他们1个礼拜要一个那个早会所以这样的话
给他们组织起来，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个策略可以使用。那再来，我们开班前预报本单位5种班的人数还有立牌各单位上课的时间地点。这个我们也要做一些档案，等一下都给各位因为可能大家都有，但是可以互相关注一下。各班经中心班务审核出来的负责讲师就开始开会。我们的负责人选出我们主班的每一班都有一个主班申请负责召开筹备会。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利用像我们这个心理班有几个班，昨天开始班结束，他们开会，然后又开了3个小时，对不对？不断的把这个重视团把这些班务的工作琳琅满目都把它排好、分配好。还有各单位准备要办迎新会的各种班年度开班的相关事项。有几天的开班年度开班的时候，或许会跟班员有做一部分班员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我们有在这边用同餐尤其有国语社的班，今年度或许会7年度就鼓励他们自备碗筷、自带碗筷做一些环保。这地球在大家的关注的话，这地球已经快封住了这个蛮严重的，所以这一点要给他们做一个先导。然后或许会在21号就是这个礼拜天，或许也准备了奖励措施每年奖励措施都不一样下或许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另外，17年是召开负责跟专题讲师的机会，或许对负责讲师跟负责讲师也会给他们做一个要求要求他们说要负责任，负责讲师我们做一个考核所以希望说而且也做个鼓励。那个负责讲师如果没有本身如果说观念不好，或者是那个理念不正确的话，这个班绝对不好带所以负责讲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那个班务要求负责讲师一定要到。第3个阶段是开班中，每年因为每年3月份3月初就开始，这时候要做哪些事情这期班务要定期开会像我们这个以前是2年一次，后来我们增加到1年一次参加人员为各单位的班务组长及各单位的负责讲师，随时掌握各班的初级状况及我们那些到场的一些这个正定的先导。今年度或许就把各单位有一位班务的总负责就是单位组长，那期的话有4位组长。有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些事情或许都把它扩大到各单位我们的7个单位，7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位班长，我们4位组长11位，每2个礼拜我们再开会一次，1、2礼拜开会一次，随时有状况随时应变尤其我们国院研究班排好了4个班，有时候接线出来要法会要介什么地方，整个班都换掉了，所以不断要应变有大庙状况是比较多，我们随时都在掌握。所以你如果掌握到各单位都有一位班务组长，这个班务组长，他们单位有设心理至上，有时候有别的由他去掌握这样就比较容易。尤其现在要联络的话我们乙区或许也想说，后来发现到说，最近那个规划电信办好多年这个通话这个互打免费，那我那假如因为或许本身就有通话电信，还有亚太，像个违法开玩笑的，我这个以后都拿了部队的 S2在挂一排，就挂一排那个电话真的很麻烦但是后来花钱仪器本来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申请对吧？那或许了解情况之后自己申请了，只是跟他们讲一下，一大堆人申请，像我们很多这打这个莫名的后来发现它有很多好处了，那或许中华电信刚绑 A 或 A 万一万4因为那个送200块的人送200纸的简讯，400纸的那个时候还有送8000块的通话费。所以如果结业的话，都赶紧管掉了。那没多久会把电信出来，然后写了解情况之后，不但申请试了，以前的试了，因为韩老他也申请了，我们中联社申请了，一换到总会各组件都申请了，从政申请了，从政他们说他们的干部都申请之后，一
个月节省250万的电话费。这250万他们可以做很多应用，半个多年，往外送30分钟，传简讯1块2，一通1块2。那超出的话那个往外超出的话才4块钱。所以后来我就赶快申请，我直接跟他讲说，大家都是用微保，那你不是，我们大家不打免费，你打给我们的话文件包括一个没有，你要靠我，要靠找文件我，要靠找文件你就超过150，所以大家都积极申请，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鼓励各位，因为你们听说你们之前都有这个台科大那个台科大还没有像微保这么优惠所以可以考虑看看，或者可以带枪投靠把那个号码移过来。那个王美生老师他是坚持那个不要要说2只，而且今天早上他说要申请，因为这个对风险没什么好处。但是我想说，经理不申请，万一大人打给你的话，那多花很多钱要摘。后来他接受了，说这个所以这个干部里面最好是用这个这个公平压这个倒是有很好的方案。很好的话，不然中华电信1分钟都1块8，或者2块是不划算。然后我们系组长得随时召集各单位的组长就进行大事进行讨论，随时做个机动调整。我们这边还包补课了、额班上课了，连额班到了，对我们母亲节、端午节、中秋节，有时候举办活动有时候给班里面的奖。所以目前是针对开班前、中、后，另外负责讲师要注意哪些事情，或者这边整理几点，这是要负责任，要比他早到，比较晚退。服装仪容要整齐，或者讲师自己本身的要求我们现在标准的都是这个，对不对？是这条领带，对不对？你们有时候做生意很漂亮，但是进到大厂要麻烦你们去一下，就是要用这个所以，而且这个呢，我们杨女士昨天跟韩老最近2天都到我也礼拜6这边，那杨女士她是见韩老请他这个领带奖是挂这样，他被韩老纠正。你看张建文都挂在这里那个什么领表是挂这里，什么挂这里？所以我上一老各位这个这个领带奖挂在哪个地方？这个要呈现。你看在这个地方2个地方，这个地方最呈现。也不要太长，大概前到的话这到这个地方就好挡住我们的这个腰带挡住这个地方就好，不要太长的不好看。泰国那个拉小弟，我那个餐厅小弟真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去注意而且我们头发发型稍微注意一下，最好是前不遮耳，后不遮颈跟到如果说你比较短一样来看你看这个地方感到你的智慧看你一样感到你的聪明拿到你的视听所以这个我们整整齐齐，给人班里看起来就是当然问到培话稍微真的就是老人家也整稍微差的比较精神所以服装仪容，韩老讲是非常重视的服装仪容。上次在中队当场就鼓励那个河北区的杨鼎师说他从来没有标准过一次的，那是最标准的所以跟他学习一起上的不一样这个部分我们要注意一下，你帮你看起来正面思考，跟班里讲正面，就说到场大家念，老师这个没有考虑到后面下面想比较负面的思考，面带微笑8年来说，大家就是那个班里光明物质讲师最好是列在门口2旁，给他们欢迎，而且怎么样？我们也要用什么多加学习。或者讲师不断充实自己，因为你常常有机会跟班联拿麦克跟班联讲课或者做鼓励，你应该多投入多学习。为什么现在底下有讲或者讲师要配合哪些事情？第一个要参加青年组的运作，你才能够了解到底我们跟班联之间要怎么互动，还参加区的中医师班会议，整个讯息能够上成效。本堂的会议也可以了解班联里面我们本堂的班联出缺席的情况怎么样，回去做个报告，
让一支班了解，马上做一个从前追踪，而且要求2个月之内背诵百校篇。校篇现在大陆的进度我就比较展开我们当然不容例外现行技术班的名字，或学校今年要求或者讲师小班1个月，大班2个月要记住所有班年的名字。有个方法或者是说教他们你可以把它变成大头贴写上名字，强迫记忆。像我这次1月17号到那个大陆，光卡是30位人士，我写就跟他们，请他们的合照跟照一张，他们来就拿背大头贴一个一个，把名字写在下面。所以他们半个月前呢，刚办那个省会1年1度的，而且过去碰到他们一个教堂名字，我刚看了，我梦田是所以不轻易讲。他说你的班年1个月之内，你面对着他能够叫出他名字没有？对不对？小梦田宝哥还能够叫出来，那这个班年他绝对考不对。再跟各位讲，这是一个这个抓住班年心很好的方法。或许现在看到的天下杂志，或是一个台湾在10年前有一个新加坡手到大陆做生意，结果他回去要回来之前，跟他们合照，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写下来，写在相片，来讨论免费。那下次叫他们接机，一个叫出名字，哇，他们不到3年，发展10几万人头。他说用这种方法非常有效，这个这一点或许不令你们想，可以试试看。所以或许我要求说，你们这个负责讲师，或者1个月之内全部都记住你们，那你们1个月之内记住所有你班年，这样的话跟班年就能够拿经济。你更厉害的话，背着他也能叫出名字痛不流涕。这是小小动作，但是很有效，可以试试看。2个月后呢，我们系组长会去巡班，就开始验收百校金跟你们的技术班的名字，拿筹这个筹备，拿办起来。这组是哪个人带的？随便点一个，而且你们筹备看看。技术长也开始巡班，巡班的话4个一起到，该单位的组长要练习，他做的简报，请他们跟班长讲一下，好像这个学校跟学的辅导一样，让他们结果那些班长全部都回来，让更多把气。因为我现在想到说，为什么每年都被娘妈揍？因为这是一个大火效应。因为各地方的那时候有些天呢天过3个月了开始变那一年更加烧都有烧不这个，它有烧不这个，这个火效应。有些班比较弱，就多带些人，然后跟他们讲说怎么样去做一个宣导，然后让他变成一回事，战战兢兢变成一回事。所以另外针对传题者本班最好安排专用停车位，方便停车大墩路这种我党以前就是有台大的心理师范班，停车很难停因为越盖越多，没有地方可以停车。前面停完车7几次停不到车，后来就改掉了地点都改。这是我现实问题，所以我针对传题者我们要特别安排一个专用停车位，派个人在那边要跟他保持联络。所以这样的话那个不管是南北对这个地方印象会非常好。好，每次下课前操作者要先讨下次上课的题目跟传题者的特色，以提升班里的上课动机。你把下个礼拜的课程对你们来说关系，对我们有多么重要？那传题者那个到场的经历，像那个梁讲师你看过，那个张老师跟或者讲说他是做访问，访问说我的谁，还有相片，或者有相片他就给都找到一张比较可以看的。所以看这是这么慎重，是 keep up 课程 ，keep up 讲师。我们不是打高不球吗？打高球是说练习其中一个听好不好？还高球听的，还会打高球，那是骗 keep up 就是包装强调意思。所以这个讲师跟课程也强调，他每堂课都很精彩，每堂课都很喜欢。所以拿到7班或形式的新班的师承，请各班先立牌，来告知我们是排那个联校女讲师来做调度。看来地方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那么现在要增加2堂那
个不水菩萨跟那个百孝经啊，变成我们自心自理有一些时间可能被压缩掉了所以或许有第二个不同的做法，一样是让他们两堂那个自心自理，然后这两堂自心自理，一堂是排心嘛，一堂是他们帮你互动，所以这是有一个操作的，中心方在这个地方不方便说，所以但是也没有那个这个我们该上课都有上，再来2个月之后我们开始新班因为后来那个说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国院班务组长他就反映，这么大的班那个又2门课进来的话，我们2门课是一定要缩掉了，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么大班没有工作的话，那怎么办？那时候我写的我们班都做决定了，我们就集中在国院利用2堂课100的精进班。精进班的话，我们就排那个刚好4堂课，心理治疗班4堂课。排那个马点老师、张三讲师、谢点老师、林建林老师4个主讲，分2次，1次2堂，另外1堂是外宾，全部集中讲，然后就考试又讲，那讲的话然后那个我们照牌，对上面有交代，一直照牌，但是一直挂不了说挂掉，所以这每班都共2堂那个自行车，所以这个考试我都拍起来所以那效果就好，集中起来上课，那效果就好。第一次上的话，由前面的同事来上，今天比较多讲，会比较精髓所以或许让或许多打这么做所以刚好每班很多有2堂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做班务的探班所以很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空间所以这点。到现在才透露，而且很多然后各班行班原则上系组长要全部参加该单位班务组长可以同他讲做简报，现在或者讲师、辅导讲师跟班里定到10大人数，班长或班长的姓名，以希望本班表现优异或者辅导讲师很尽心的，辅导讲师尽心的话，以后可以列入正式的辅导讲师，他班里表现优异。辅导讲师这个班里最近这个月也度了10几个人，哇！事先跟我们讲，我们准备带奖品给大家，可以抛砖引玉，这些都操作技巧，你敢修和不修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呢，系组长如果是比如是担任的话他可以跟班里讲话时候请所有工作人员列席，像有交通会的、有煮饭的、煮菜的、准备点心的工作人员像一样。那么想说没有他们，这班没法正常运作，让他们感恩。抱着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前行，每次都到，进去，不然他们看，他们如果说你们没到的话，他们就心里就很难过，是不是带不好？无形中你用这样给班里一个用纸的班里，用这个用那个温情的包袱用柔性的一个策略，这样的话他们班里就感动，就不敢收回。不敢不来。那奖励规则呢？现在或许是用说那个他带人、路人、求道跟带人开完会加总前10名，然后我们在10月份都会排一次那个精进班，那时候讲一堂那个精进课程，然后再请召集点老师亲自颁奖表扬，那时候集中起来人很多，哇，人山人海。然后呢，我召集点老师颁奖。他放颁奖一类，他比较有激励性像贵州的贵河大桥什么的或者是那个流行音乐教学，不要挑太熟悉的，从你鸟叫声那个没有激励性的，就挑那个激励性的，然后金歌那种激励性，然后安排很照相，这个时候呢，甚至他的引导师已经买1朵鲜花送给他，那更好，所以。按教里面有纪念奖牌、礼品，然后跟点师可以合照留念，所以这些给班员一开始说是给他一个自助式形象打造他脑海，所以他是我们目标方向，那是我们期待那天赶快到了。这去年度我们有一位班员他做了76位，
那去年度那个10个奖项里面，或许是那个副市长提供一样啊，副市长奖，因为他们在国内拿夫妻构造，我们练研究班小孩子现在来练啊，所以那监督或者想他看可不可以这个提供个市长奖，这个这样下去的话，就有震撼性、纪念性所以我们可以分好，分多个不同的操作，像你这个地方，你们可以请那个邱董事长提供液晶电视一台。你们怎么处理啊？那把它当了特奖的给你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的话，你就把食品放在这个地方，避免这个，那个效果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找一些找一些评助来提供这个作用。结论呢，就是帮列作反过来实际上是很用心的。你越用心，它就越做越好。有时候长期想一想，你越动脑筋的话，那个什么，那个智慧就越连贯，策略也连贯。我们为了这个班为了这个班其实这个班我们就会那个，反正我们没有偏离主题只要让这个班的班联能够成长，因为班联刚开始我们是用五维码，到最后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渐渐慢慢进入五维码。新的班联就是新的班联注意，而且我们推动班路对比道路不足，只要班路把它给推动起来的话，3周4就没问题所以那个甲区他们部的第1名到了他们是那个甲区他们表示老师以新为目标，以前都是第1名包括道路思想，那现在道路出还好班路赢他们那时候华会他们有讲说，只要求到人数跟华会人数只要够以西1位，他们就要请客人所以他们的是良性竞争华会可以竞争嘛，看谁比较多所以他们那个之间跟之间的良性的互动他们的在道路方面条件提升很多。我们还好，我们是希望从班路里面推出班联，甚至开始做，就跟他也有那个希望能够改善他们在度方面。另外，最重要是让班联很喜欢来我们道场如果营造一个环境，他进到佛堂里面，如果让班联很喜欢，尤其我们对上课的挑选也很注意。像或许今年挑选各班。我们都分别选那个上课光谱，挑10首教，不要太多。那10首的话，我们找那个上课组帮忙挑，也不要老讲师在挑，老讲师在挑那个老歌新的留年新讲师给他，所以要新讲师有时候他也会挑一些新的那个最近比较调性那老师他好像也是很先进的，也会做一些比较新的搭配起来，帮你唱起来，就比较能够合他们胃口。所以这个都是连这个部分把它处理把它做好。另外，为了鼓励这个班联提升他们进班的意愿像或许在每年度闭班的时候，都会在装备不是闭班心理智商格式班分礼拜6、礼拜天，或许都会给他们合照，合照了好几年，就是拿不到相片，相片那么多，这个钱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1年过去，讲这个班联是他说这个都表示这个照那么多次都没有拿到相片。后来或许想说那个刚好有个班联，他老家在大陆回去那个有一次他或许就洗了几张给他带回去，效果不错。后来或许灵机一动，这也是一个策略可以操作。所以去年度或许又买一部比较好的相机那个我们的当事之主也有，他那部5万多块，或许这部不到2万块，照起来效果比较好。他或许想说，好，就在当场宣布，只要明年度有进班，我们就送相片给你们，合照相片。各位看看这张，闭班合照照片，所以这张是给诱因的，你们可以重新看看。我们心理班、智障班那德智班都有，但或许先拿这一张你们可以传递一下。
所以我们用一些心，然后把它制作，然后在开班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宣导啊，这个请他们的产险消毒，他们的医保师，赶快去跟饭店讲啊，这些我们绝对会做得到。另外，新民班的人数是有提升，另外还有操作的一个方法，像每次法会，我排到后写操作的话，在地表的时候，我们就放一般主管队，啊，我们看一下啊。第三个，像这个是有我们这么一个平缓无奇的东西，如果说你会善运用的话，就可以把它的价值彰显出来。这个没声音。好。sorry。短短的3分钟，讲3种内容啊，但是带给班长，你看这里面我会把班长全部上课的一个申请啊，点点滴滴啊，把它拍进去，包括那个实质运作。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或者想说，哎，这节你们喜不喜欢啊？喜欢，要喜欢的明年今年就班就送。是骄傲，不然前面安排是骄傲，我嘛。班长很喜欢，但是我们就不要给他这进班这种分别，那效果是很好。这庄良师讲道是珍贵啊。包括副的讲师，包括校道，这好像我很熟。沙场的开沙，这首歌这首歌这两位唱讲师唱比较好听，这音响要好一点。今天包括今天老师都有不是强化蛮多都在里面所以半年报之后他们一定会喜欢，但是不要太不让送给他们。所以就让他们付出代价他拿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珍惜。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千万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因为他不但不珍惜，还把它咬碎，对吧？这个开玩笑另外营造气氛有时候你们可以准备一些短片给班友来看。而且这个上次台北有个校庆感恩会刚好郭雄他是国民党的秘书长，他讲那一段话大陆的学者观点看到那一段之后被看到，真的是很大的改观。打电话给他叫他把那个郭雄讲话的内容我们寄给他们，他们要看，那个父亲党书记要看。结果都被问到开始这个郭雄这段讲非常好，你要不要看？因为或许他的那个相机用相机录效果还不是很差因为用手没有用那个架子这节或许有空给班友看，有时候你可以在集的时候
这样会这样动。这个后勤啊，是用那个相机啊，相机，然后坐在那个舞台里面，因为那个台北世贸太远，或者是坐在比较后面那，拉过来啊，再用手照，因为那个拉比较近嘛，它那个比较会晃动啊。但是啊，所以回去一下，它的影像啊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好，我们差不多，我们看听个差不多4、5分钟就好了。他本身是佛教的，他是心灵法师的得意门生啊，那他这么肯定问到。还是鼓掌，真的鼓掌哎。很震撼，他讲的话，我句句都是重点。他讲到说他讲到说他当内政部长的时候给一份到解禁有没有？他说40几个地方联署，然后给一份到解禁。他说这一份到这个组织这么庞大，那时候政府去打压，竟然没有人出来抗议，啊当做一种新兴的考验。哇，一份到谁能听得出？这一份到这样到中国大陆的话，应该不会判给你。啊，因为他们怕说这个会非常颠覆政权被我颠覆的。那所以他讲的时候，他一看到整个当初在他那个任内被解禁了很多事情啊，渐渐对一块倒是比较信任，那这段蛮重要的。所以有空的话可以放给班里来把它看一看，了解一下新兴的分啊。由那个他那个吴伯雄亲自来讲这个效果是不错，而且也有在那个会里面也有播放给他们看啊。另外，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营造那个气氛，用短短几分钟让他们说，哎呀，把我学到办到将来的天堂
跟人世间有什么不一样？人世间真的忙忙碌碌的，有时忙完乐，有时忙完乐哦。规条生理好哦，生理好人倒，生理不好条倒，都忙完乐哦。所以应该哈，真的是的，是实际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放个影片哈，天堂的影片哦，给他们期待、期望啊，我们看一个影片，或许顺便把它截录下来，送给我们这一班好了。倒数第3。不晓得。